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3月23，是咱逐礼拜固定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是第122回，嘛是咱台湾文学欣赏会，就诚久无甲大家相会等一阵歇一阵今仔日就是真欢喜哦，我是润的，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关怀台语剧团来甲咱讲因的经验，是咱的杨婷婷理事长来主讲，还有对谈人是谢金石执行长甲黄显婷导演来甲咱讲关怀台语剧团相关的经验，甲大家，互大家耳旁一下。因为今仔日因要分享的内容真澎湃，我就直接甲时间交互婷婷理事长。感恩。好，大家好哈。有听到声吼？有。好，咱龙光先拜，阁有咱的赞歌吼，有线顶咱个纽约的叶老师，阁有秀芬姐吼，阁来各位咱的主持人桂兰姐大家暗安、早安、午安，拢总来。我是杨婷婷。咱即摆吼，今仔日真欢喜，因为期待足久的吼。第一爱感谢咱的桂兰姐因为伊真认真咧走总即个咱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即届邀请到阮即个关怀台语剧团吼，阮即个团吼，所以简单讲就是讲，伫中华吼发声的即个用。剧团来咧推广台语的即个方式吼，会认真讲，咱是爱对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开始讲起啦吼。关怀文教基金会当初是阮会甲伊接触，是因为阮是伫学校咧教台语的台语老师，因为伊有举办即个20几年的即个台语演讲比赛，阮自带囡仔去比赛了后，就开始就有。接受即个基金会，从义美基金会来做义工，甚至来训练囡仔演讲，搁来就是做评判吼。因为伫咧中华咧发展吼，阮有一个带头的即对翁仔某吼，就是咱的朱清桥张委员甲姚嘉文姚主任所以呢，自即个演讲比赛了后，伊就探位文化营，文化营探了的时阵吼，就搁探来广播营。广播营探了时，阁有迄个咱的即个合唱团吼，合唱团了后，阁有即个童军吼，童军了后，就是尾吼，就发展为即个戏剧来。伫咧戏剧即个部分吼，念伊可能金石老师会阁讲补充较详细。我即摆先甲阮即3个人吼，伊的背景甲大家有志先来小解者吼，咱大家来熟悉者。咱的老师啦吼，就是阮的导演，伊是台中市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的即个老师吼，伊即摆有带班吼，伊的迄个背景吼，就是讲伊就是带即个社团的吼，比如讲清水有一个即个社区性的迄个。剧团阮中华就是关怀台语剧团，那安尼吼，伫咧伊的青年高中内底，因的即个成果，每一年的成果展的时阵，学生啊表演大型的，伊嘛是拢是真专门的老师啦吼。所以阮就是互伊带过来，无当紧，伊嘛是真重要一个编剧的人吼。得到咱的教育部5摆的奖励吼，就是得奖的意思吼。所以呢，阮就是讲，即摆就是甲。显婷导演，阮长期咧配合，伫咧每礼拜六的早起9点到12点，来练习遮个咱即个戏剧的部分哈。另外，咱的金石老师哈，伊是即摆目前伫咧中华中山国小吼老师带队，其实我甲伊的工作性质是差不多，但是伊比我较厉害所在吼，伊是有。得到咱中华红 K 文化奖吼，伊是无简单的一个查某作家吼，伊嘛有出册伊拢甲伊的故乡汉堡吼写甲真水吼。阮剧团内底的一寡遮剧本的台语翻译，也是讲话本的翻译吼，
无伊嘛袂使吼，所以就是讲伊的性质吼，就是爱文爱武啦吼。啊，我即摆小解我家己吼，我部分就是讲，因为甲迄个长期甲迄个周成玉委员合作的结果吼，进前我有去接到台湾母语联盟第5届甲第6届的迄个秘书长吼，我着对，因为理事长是周成玉吼，周委员，我着做伊的秘书长。伫这4年内底，我嘛是去学学到足济教育部甲文化部要安怎申请计划案的要来带即个计划的即个经验吼。我目前是中华关台语文，就是咱的即个推广协会的现任的理事长。一年通天吼拢会足无用，就是咧办活动。好若是讲到剧团这部分吼，其实阮拄仔我有先补充过吼。我甲金平老师伊的经验内底吼，抑阁是一个就是。FM92.1关怀广播电台，阮2个有主持一个节目吼，伊叫做讲台语真欢喜，到即卖应该有7、8年，嘛有摕到文化部的一个奖励吼，来做即个工课。目前即卖抑阁有吼，就是一年一年拢有一个主题来咧讲即个内容吼，所以经验就是安尼豆豆累积起来吼。好，即个就是阮摕到文化部的即个奖励吼。当然2019年吼，拄啊甲赞哥有开讲过，其实赞哥当然拢会来甲阮相找啊吼。请的人吼，即个来拢总有38个来自15个所在吼，全世界15个所在38个人，到目前为止上无阁有一半以上的人拢会长期甲阮咧联络吼。因若有啥物问题，阮拢会互相伫即个平台内底联络。若转来拢会来找阮吼。所以即年互阮的一个经验，就知影讲海外有足济咱的台语老师吼，伊真需要足济资源，咱的资源就是互相来去运用安尼。当然，这就是阮的会吼，阮的会吼，这就是咱的这个文化营，一年拢会办2梯，这嘛是文化营的辛苦点，这阮每一个人拢会带队，你个校内拢会带队，这就是我的队吼，牛车队，这是广播营。好，咱即摆就为戏剧开始讲起吼，拄开始是为完全无经验开始，因为委员吼，周清玉委员伊是真爱唱歌，伊是东军出身，而且伊嘛是合唱团出身吼，所以伊拄啊开始要推出台语的时阵是邀请阮逐个来参加伊关怀合唱团吼，合唱团唱到尾的时阵，感觉讲吼来一个戏剧插伫内底佫袂歹吼。所以伫咧即个唱歌诶中央吼，中央就是邀请2位老师，就是中华关在籍诶老师吼，迄拢毋是职业诶，因落来做一个音乐剧吼，2张电影票，就开始吼反应就最好，反应好诶时阵吼，就开始有一个想法，是毋是来为即个戏剧来开始来参与吼？我会记咧印象中吼，应该是何信涵教授吼。来甲周清玉委员小解，内中有一个大开的即个戏剧团吼，因的算因即个规模吼，因的即个演员也好，导演也好，算有咱伫中部最有名。我着参加金星老师，阁有周清玉委员，阮着去甲拜访吼。拜访了后，着有家己的想法，着想要开始成立即个迄个团吼。拄开始大开因会派2个人来。来时吼，阮就成立即个关怀剧团，所有的成员吼，若毋是家己的囡仔，就是台语老师，无就是家己的学生，大部分是遮个人吼。当然因关怀文教基金会甲电台内底的成员嘛会来参加，大部分是囡仔拢甲诱来，因为戏剧内底若有囡仔吼，伊会当加分吼，所以就有诶是我囝，有诶是妈孙啊，有诶是迄个同事，有诶是同仁吼，就是遮个人吼，就成立即个团开始。拄开始诶时阵吼，练诶时阵是大开来训练吼，好，开始就有一寡遮个剧本诶问题吼，所以第一出剧本诶时阵吼，就因为咱拢知影，咱诶姚主静吼，伊是小说家嘛吼，所以伊头壳内底有足济伊诶 idea，
第一个吼，就是用一个甜蜜家庭诶，即个戏出，就是你讲趣味诶代志，就是讲有真济囡仔厝诶代志拢无要斗做，啊老爸嘛毋斗做吼，伊诶剧情会真趣味吼，就是互囡仔感觉讲，你拢毋做诶时阵，妈妈吼有当时伊就想办法要叫你来做代志吼，即出阮有演几啊遍，就是讲。去学校演，佫有公演，佫有人甲阮邀请，阮就去演吼。这是拄仔开始吼，即个甜蜜家庭较完整诶一部戏吼。好，来过来时阵吼，因为委员你做代志，伊就是希望讲有一个特刊啦，所以阮若是戏剧煞了后吼，伊就有一个迄个特刊来，叫大家来回应吼，大家来写讲你有啥款诶想法吼。好，即马这吼，你看到这吼，就是阮的团练吼。当然，伊就是爱有一种吼，个肢体的动作吼，要伸要揪吼，要做，这拢是导演的撇步吼。伊的材料，就是因这专业的这个戏剧的这个老师吼，会甲阮引带，都无直接开始演，因为一直拢是肢体这个动作吼。安尼就是讲，咱的这个演员甲演员中间，伊要互动。还是讲有肢体会接触的时阵吼，你就是放会开哦。这个活动，这个头前这个动作，起稿这个动作，我是感觉伫戏剧内底是足重要、足重要的一个部分吼。好，这嘛是，这就是早期的时阵吼，大家你看委员嘛是拢个聊落去吼，不管什么人吼，都拢会做伙来做这个肢体的这个动作吼。好，即马做了时阵吼，咱有一个读剧的部分，就是讲也未正式落去演的时阵，每一个人剧本就是爱搁摕咧手的，爱用读剧的方式吼。其实迄个时阵都已经有你线顶当落，就你的位置有你线，但是就是还未迄个剧本还搁摕伫手的，你读吼，即个读这剧场到尾啊，阮的。绘本出来，台语绘本出来时阵吼，对阮来讲，即个读者剧场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因阮若咧练习的时阵吼，阮两个即个先辈吼，姚主任通甲委员，因拢不三时，逐礼拜拄啊假期开始，因拢会来甲阮巡，甲阮看吼，这是真甘心啦吼。好，即内底成员嘛有真济吼。大德歌戏班的吼，咱中华馆有一个学校叫做大德国小，因内底有足侪歌戏班的学生，因嘛是两名吼，现代剧甲歌戏拢同齐咧学，就是对戏剧有兴趣的人，阮嘛是会甲诱过来吼。好，来即摆即个吼，就是要开始要来介绍中华，就是来设定讲，咱中华有啥物好食物啊？中华有三宝吼，肉丸啦、鸟青仔面啦，佫有迄个空肉饭，上重要要甲八卦山吼，即个即个山脉吼，即个背景先甲大家介绍，就用足简单的方式，来你演即个咱中华吼，互即个戏吼会较在地性，就是要结合在地的即个资源。咱中华到尾的时阵吼，就是有演着讲，有一个女主角伊去爱着一个外国人，毋过即个外国人伊就袂晓讲台语吼，即个剧情的安排嘛真趣味啦吼，尾仔伊就是为着要带即个某来吼学台语吼，阮嘛有去叫着迄个青年高中的一寡遮高中生吼，来甲阮斗相共，就是讲伊会伫咧中穿插讲伊的舞蹈，还是伊要来展演吼，互即个戏剧会当完整演到要2点钟即个时间吼。好，来即个吼，搁过来就是有一出戏吼，伊就是你演即个大家新妇，即出戏内底有戏中戏，即嘛是因为咱的院长吼，伊去找了2个故事吼。即个故事所罗门王的故事，应该大家有印象，就是真假母亲啦吼。即个咱台湾的戏剧吼，8点档包青天捌甲伊改编过，简单讲就是要来甲即个囡仔切做2片吼。
啊，真诶母亲就讲迄毋是伊诶，吼，啊，假诶母亲就讲好好，安尼上好上公平，吼。啊，我要真正甲逐个分享是，因为我本来含甲金水老师，阮是咧翻即个台语剧本诶人，啊，毋过呢，到尾啊，吼，导演就是，伊就甲阮邀请去演吼，啊，就真正甲演落去吼，要哭就爱真正哭，啊，要笑就爱真正笑，啊，就真正。第一届经验就是即出，感觉演了真有迄个感觉吼，就是开始有即个甲戏剧落去接触的一个经验。好啊，到尾啊，中华关伊即个县政府伊有一个环保戏剧的竞赛啊，当然因为中华关的剧团无济。啊，所以呢，因真济吼，咱的官方的人就希望阮会当来参加吼，啊，阮就开始为即个环保戏剧开始来演起吼，啊，就是伊有分即个县赛，啊，佮有一个全国赛吼，啊，捌着奖吼，阮捌着奖，啊，嘛捌参加阮那边。吼，啊，即个团练吼，拄则看到团练是伫个美术馆共照所在，到尾啊。即个就像永远去甲县政府吼，甲伊讨即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即个所在了后，就开始整理场地吼，要来团练。迄个时阵还无一个固定的一个教室啦吼，就是干那安尼找一个所在，安尼开始练吼。练到尾的时阵吼，哦，鹿港的即个镇公所，每一年吼，伊有一个鹿港的即个端午节吼，庆端阳，也是讲伊的重阳季吼，就是伊的鹿港镇长，就会甲阮带，甲阮邀请去伊的公会堂演出吼。开始就有真济外口的人来邀请吼，啊嘛捌去斗六，吼捌去斗六美术馆的人吼，甲阮邀请去斗六演戏，就是一直对外开始出去演吼。好啊来，即摆即个年度公演吼，上届主要是有一个戏出吼，是也嘛是共款是姚院长的即个剧本叫做《黄虎印》吼，啊，即个《黄虎印》因为本来伊是一本30几万字的一个大河小说啦吼。啊，伊是翻译写的，啊，东美魂歌戏团，伊捌伫咧台北公演过吼，啊，因为迄本册真厚真济吼，啊，剧情阁真长，所以呢，即个姚院长伊就想讲，啊无咱来开始来做一个绘本吼，来互囡仔看较清楚咧，啊，就甲即个绘本做出来了后，阮就开始导演的一个想法，就讲啊，咱会使来演伊即个1895伫咧八卦山即个抗日保台即个史迹吼，即个历史有一寡。东路的这艺术，就是有汤生因遮的人吼，先来中华会牺牲性命，以美战争吼，啊，就开始甲伊演落去，吼，啊，就用即个囡仔要去读册，要去满足，要去愈满足的即个故事，啊，来甲伊做戏中戏。吼，啊，即个绘本，阮就用读剧的方式，安尼甲演现，开始就有甲迄个绘本结合。哦，啊，这就是老师导演设计，我是一个带队的老师，啊，就是咱要来了解咱的历史，上重要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1895年吼，5月29号，日本人为即个即个二帝起来时阵，即段历史吼，伫咱的教科书内底吼，是真正伊讲的是。字句足短足短，啊，而且吼真侪人拢无了解，啊，因就落安怎为迄个家人吼，啊，安怎为台北城入来，啊，安怎为桃园，啊，安怎甲因即个遮人安怎结合入来甲中华？为虾米即个学基本因遮人无爱来斗相共吼？啊，互遮个过来东景雄，伊就是做绕跑的即个第一任的总统吼。所以也无人讲的故事，啊，就开始有上重要是迄个黄虎印的迄个黄虎旗互大家知影讲，哦，原来囡仔毋知影即种物件是啥，伊讲或者是佩猪，有诶人讲叫是粉红猪，什物什么，几来的名称吼，拢讲毋知交灰猫吼，什物巧虎，都一直又讲即个旗仔是虾米货，啊，结果。拢毋对，就是讲要互提醒大家吼，咱即个历史故事的重要吼。哦，即个嘛是吼，尾仔就是用公演的方式甲伊呈现。哦，即个嘛是共款咧演黄虎印的部分。
这就是老师带队，互因去看彰化县的北国山骹有一个195意味战争的书籍馆，这个戏中戏，就是你讲这个囡仔有忘去，忘去就是忘去转去1895年的这个戏中戏。好，过来就是共款是吴好运用读标的方式伫个即个美术馆嘛是捌搁演一届即马演到尾阮内底有当时会去邀请到一寡乐团入来演奏所以咱有一个国乐团叫做新弦，新弦的伊带头的老师叫做洪玉真因为伊有甲迄个南投的一个真言师因拢长期有咧配合即个年度的演出阮捌出去遐演2摆这就是环保局开始就为即个海洋的即个环保来去演起，就互囡仔来演这嘛是团练好，这个练习的时阵。到尾伫咧园区的时阵这姚嘉文姚院长伊去找到一间教室，伊要互阮固定伫咧即个排练教室，所以伊就去找钱来去做一个即个地方的即个设备，互阮即个剧团有一个家啦所以阮即摆咧练的所在，就是伫咧即个108台语文创园区108，阮专用的一个教室内底伊的设备真好势，就逐项有啦就爱感谢咱的即个姚院长伊这拢伊家己去争取的这就是你团练的时阵这嘛是你团练的时阵好，来即摆因为戏剧有当时有拍一个名声出来了后，因为咱的周清瑶委员伊是基督教徒，所以伊伫咧彰化县的教会，伊差不多拢有熟悉咱长老教会伫咧溪湖教会时阵，有一届伊就看到阮咧演戏的时阵甲文化爷拢办了真好，伊嘛希望溪湖教会囡仔会当参与着布袋戏歌曲合唱团，也是甚至甚至迄个什物，就是咱的戏剧，伊希望会当加入去因教会囡仔的一个夏令营，所以就是由咱的关怀台语剧团去带因的即个戏剧的部分这囡仔真厉害伊就你叫伊背啥，伊就背啥，伊即摆即个演的时阵，就咧演一个头家就是安尼呈现伊的迄个成果展这就是溪湖教会好，尾阁有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园区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幕已经第5年每一届伫咧母亲节的时阵，是因为拄好5月7日是园区的即个开幕纪念日，所以伫即个纪念日的中间，伊会甲爱母亲讲母语做伙来呈现一寡活动。其中有一部分嘛是会叫阮剧团去演一个差不多10外分钟的短剧这就是由咱的黄显庭黄导演伊就会去安排倒一段上开有迄个画面阮就开始伫遐演即个园区内底就是定每一年阮差不多拢会参与即个园区的开幕，就是纪念周年。即个咱拄有讲过就是尾会用读着的方式这我已经袂记我是咧演啥物咯，注意到尾旧年就是要开始来甲即个家庭因为委员一定要成立一个台语家庭，甚至要甲伊管制，就是讲要甲伊遮个人的资料拢甲扭掉咧所以就是要用家庭母语开始来去推送的时阵就用一个阿嬷的话，即个背景来咧讲要甲家庭来提醒讲母语是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开始就有即个阿嬷的话开始。好，过来就是讲即个阿嬷的话内底有较困难的，就是安怎你知无？因为伊拄开始的时阵即个囡仔要出场的时阵，阮有当时会甲伊囥落去个客仔话是讲囥伫迄个搭水果内底嘛有俗言语，嘛有唱歌即摆即个部分阿嬷的话内底头一个部分，阮有囥一段口说艺术就是花剪白咱拢知影咱的迄个台湾通信30周年的时阵咱的吴宗宪
咱的即个会计杯啊，伊有受到咱的颁奖嘛吼。迄个时阵我就有小可大家底就想着讲，咱会当来用会计杯来做一个口述艺术。我就甲写剧本吼，就去阮中华县的台语文学创作比赛，有得到迄个第一名。第一名了后，就叫囡仔来背即个部分吼。伊主题就是讲，用台语来讲科技啦吼，过来就是5拍的即个台语的即个翻译吼，就甲火纸病的故事安尼甲伊讲出来吼。拄啊开始的时阵是安尼吼，过来就是吼，即个导演吼，伊真正会调整一寡演员的演技啊，还是讲你的想法吼？你看我动作做到安尼吼，因为伊叫我做一个外省部。讲诶足标准诶，即个北京语，你知哦，迄真歹讲，我都爱监督两个吼，久无讲吼，都爱安尼，喙齿讲要芳袂过啊吼。为着要演即个角色诶时阵吼，我去看迄中国诶戏剧8点档，我看3个月。我着要为着要学一个迄个中国人诶即外省部啊吼，你喺 YouTube 内底应该有吼，大家若有兴趣，大家去看卖吼。好，真诶吼，一个真正是对演员真大诶挑战吼。即就是阿嬷诶话吼，伫咧旧年诶时阵，会受着个阿达姆就是即个舞风吼，咱诶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即设备足好诶吼，去演出吼，伊嘛是重金甲阮邀请吼，就是上届真特别诶一个戏出吼。翕这是拄啊演了时阵，逐个伫遐翕相诶情形。另外一部分，因为院长足支持阮的即个戏出吼，所以伫个年初也是年底时吼，因为伫个即个戏出的内底诶演员的福利，伊拢无甲阮拍算去啊吼。看要是要去倒佚佗嘛，要甲阮带去迄个总统府参观吼，有当时就会带阮食饭。上爱近的一摆吼，就是去伫个台中吼，阮就算坐游览车出去佚佗吼，就是拢是院长咧甲阮照顾吼，就是讲伊对剧团是足重视的吼。我简单就报告到遮吼。即摆因为剧团的要出的代志有咱介济啦。我即摆是毋是留互咱的迄个咱的黄显婷导演吼来接续落去伊的部分。以上。好，大家好，我是黄显婷导演吼，我先自我介绍。你无听到声？有听到声无？有听到我的声无？有啊听到，有听到。好，安尼敢会伤细声伤大声啊 OK，没安尼会使。OK，嘿。大家好，我是黄显婷吼，我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伫20年前毕业了后吼，其实就转来台中，就转来台中来参加即个剧团。即个参加剧团迄时阵是参加即个顽石剧团台中嘛早期的一个社区剧团。然后参加即个水剧团所以毕业了嘛，差不多伫社区剧团已经有20几年啊。伫8年前嘛真欢喜来加入即个关怀台语剧团我嘛伫这8年当中我的台语嘛练得非常的好。时常早期的时阵时常其实10句话差不多有7、8句话迄台语拢讲袂出来。嘛感谢即个婷婷老师、金色老师甲淑安老师时常拢会甲我指导即个台语。首先来小解即个社区剧团其实讲到即个社区剧团，那听起来其实伊的教法啦，伊的内容拢是对外国伫来像即个较早期的就是
美国啦，即一寡社区的活动，因为咱拢知影美国的教育较活泼，较自由，所以不管是学校也是社区的，我拢希望讲囡仔会当来自由表达家己的想法，所以老师家长咧，甲一寡社区就利用假日，用戏剧的方式，囡仔来表达，就是来结合，来即个社区人民伊的想法，所以一寡学者就甲即个想法来甲带到即个台湾的一个社区的活动所以看起来听起来那即个社区剧团那是外国来但是其实即个意义来讲甲即个社区剧团伊的目标来讲，其实像台湾早期嘛有较类似的，就是即个主题戏就是即马讲的即个。八加九啦，但是早期确实因为每一个社区可能为着土地啦，为着水源啦，有较侪一寡有一寡所谓的械斗啦，所以主题是有真大方面是为着要来保护社区，大家利用主题戏像假日的时阵啊，也是即个较闲的时阵，就甲即个少年家咧集合做伙。老一辈咧，就教一寡动作啦，教一寡观念啦，所以这嘛算是台湾早期一寡社区剧团的一种活动啦，这嘛是台湾在地就较特殊的一种文化。但是伊背后的意义咧，其实嘛是早期来讲，嘛是为着社区，嘛是为着社区。只是所以只是讲现代啦，即嘛现代。大家对一寡庙口活动有一点较无好的印象这可能嘛是因为时代无共款啦。但是我嘛还是强调啦，较早期这个主题是这个庙口活动其实拢为着是要保护社区要互社区的人民咧会当来来自我加强这个真好的一个意义。这其实虽然讲社区剧场咧，台湾本身无啦，是外国来，其实嘛是有啦，嘛算总是有。好，继续这个社区剧场为什么伫台湾愈来愈多咧？其实这嘛是政府这个有政策来推动的，这是差不多伫民国80年拄好是我毕业了后，所以我嘛拄好参加这个。20几年前，这个政府，这个用计划政策来推动这个社区剧场的，像迄时阵，伫台中啦，台南，新竹、高雄，拢有一寡算是文青啦，一寡拄大学毕业的，也是社区，一寡像婷婷老师、金雪老师这种的，社区，一寡有心的人士，大家做伙来推动来成立这个社区剧团。所以社区剧团即摆伫台湾其实嘛算是一个蛮活跃的啦。这就是因为伫民国80几年的时阵政府是有计划来推动。虽然讲这个关怀台语剧团这是较慢较成立的但是台湾这个关怀剧团伊个有另外较特殊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拄婷婷老师有讲到的因为一般的剧团大部分还是用华语来讲但是关怀台语剧团伊有另外一个目标除了讲用戏剧来保存在地故事以外另外演员呢拢是用台语来讲这就是另外一个最大目标，就是希望用戏剧用好看感人的故事的戏剧会当来推动台语大家会当了解原来台语其实嘛会当演一寡历史的故事用台语咧嘛会当演一寡趣味的故事所以希望讲用戏剧来推动台语像拄即个画面咧这就是婷婷老师都嘛介绍有小介过啊就是这几年大家关怀台语剧团所演出的一寡节目像黄好印啦还有讲195的故事这个就是用一个囡仔阿雅伊穿越时空到过去来见证这个195的故事另外还有讲这个八卦山的故事乱八卦山这嘛受到这个八卦山
会参加迄一年的八卦山的艺术季的一个表演，另外佫有咱中华，咱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对委员，对委员有写一条歌曲，叫咱中华这个歌曲，来变成一个舞台剧，迄个咱中华这个故事其实嘛真趣味，拄听着老师有讲到啊，拄一个相片，人足济，佫一个婚礼，其实咱中华上尾咧，伊是讲两个家庭，但是即个其中一个是对外国回来阿叔啊，无啥会晓讲台语，但是为着要来带即个新娘啊，所以伊就拼命练台语，伊用心诶，嘛受着新诶即个新娘因爸母诶同意，所以上尾有一个足美满诶婚礼。迄一年嘛特别邀请到中华馆长来做即个婚礼诶即个见证人主婚人啦，为馆长，结果真趣味是，因即个新郎诶因阿嬷伊是看到新闻诶相片就以为真是讲因囝结婚啊，竟然无甲通知，就敲电话甲骂，因孙仔较解释讲，迄是咧演戏啦，迄是剧照尔，即嘛趣味继续来小解后一张就是社区剧场伊诶目的，伊诶目的就是一句话啦。在地人演在地故事，像田条书都嘛小解过啊，像过去那个关怀台剧团有演出的就是咱中华，佫有乱八卦山这是在地一寡故事，像八卦山的故事佫有阿雅的195伊即个冒险故事，即个195其实嘛伫八卦山头嘛有一个真惨烈的一个战争。所以就是用戏剧来表现在地故事，另外就是在地演员咧，透过即个排戏，以及即个去读相关的一寡资料，即个过程咧，其实嘛是互演员咧，佫较了解在地一寡感情，所以社区剧团伊其中一个上大目的，就是在地人演在地的故事，另外伊佫有另外一个目标互来看后一页，后一页就是用即个在地故事，就戏剧，公演互大家看，公演互大家看，其他乡亲看到故事了咧，就会受到感动，讲原来即个伊所住的即个土地，即个所在，佫有遐尼感动的即个故事，所以就利用故事，会当互社区的民众，佫较有即个向心力像即个相片是演一个海边仔的故事啦，叫做美丽的汉堡湿地，即个汉堡湿地故事嘛是金色老师提供一寡资料的，因为即个汉堡嘛是金色老师伊的故乡，就讲即个保护湿地的故事，即个故事是演出了呢，大家会当了解原来湿地是遐尼珍贵，互民众会当来重视在地一寡文化。继续佫有另外一个看后一页，即个另外即个就是拄我所讲的，这嘛是关怀台语剧团伊较特殊的一个目的，这可能别个剧团无啦，就是用戏剧来推散即个母语，就是台语，像过去像即个家庭戏，像即个大家新妇啦、阿嬷的话啦，佫有母囝情深，这拢是家庭的故事，所以一寡观众来看，看到即个一寡家庭的故事，有的是趣味的，有的是感人的，演员拢是用台语来演出，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嘛希望讲，看了戏看了后，大家即个爸爸妈妈回去了咧，嘛足自然的，开始大家用台语，来做生活中的语言，这就是台语剧团，所以另外一个目标，希望用轻松感人趣味的戏剧，大家会当了解讲，原来生活中，嘛会当用即个台语，来做一寡咱正确的一寡平常时使用的一个语言，像即个画面，即个较大张的，这就是大家新妇，即个大家新妇，拄嘛小解过啊，这嘛是即个较早期的一个故事啦，毋过因为即个故事足趣味的，所以我若记
我若是无记毋对吼，至少吼有演过3遍吼，已经演过3遍啦。啊，另外即个海报咧吼，这是舞风的一个音乐节吼，这是邀请剧团来演出即个阿嬷的话。即个阿嬷话原本啦吼，原本是去年11月哦，去年11月底的年底的公演，啊了因为演出了哦，即个大受好评，所以舞风咧吼，因为即个音乐节伫8月时阵，所以就邀请吼即个剧团伫8月时阵咧，吼搁一摆来演出，吼，所以就表示讲一个好的戏剧，吼好的演员甲好的演出，吼一定会受到真侪人的欣赏，吼这嘛是即个社区剧团，吼伊用戏剧来感染到乡亲的，吼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吼。啊，讲到这吼，啊，另外吼，开始讲一寡较趣味的吼，就是啊，到底吼，即个演员要咧训练咧吼，除了婷婷老师吼有小介一寡相片吼，迄是较学术，迄是较一寡学院派的一寡训练啦吼，像机体的训练，啊个情绪的训练，吼，甲语言，吼，甲即个讲剧本的训练，吼，基本上有3种啦，机体训练。啊，情绪的训练，哦，以及甲即个讲剧本，哦，即个口条的训练，啊，这3项吼，其实拢会当用即个较趣味的方式来训练。啊，另外开始就要选即个角色啊，吼，开始来排戏啊。啊，选角色的时阵吼，其实一开始吼，我嘛就小心的吼，拢基本上拢依照即演员的个性吼来去安排即个角色。哦，即个原本即老师咧，哦，伊是老师，我就安排一个老师的角色。啊，伊是妈妈咧，就安排妈妈的角色；啊，是一个较无讲话爸爸咧，啊，就安排一个无讲话爸爸角色。吼、所以因为安尼吼，我个人以为讲安尼大家可能会较融入角色啦。啊，但是演1、2摆了后咧，哦，这个这个老师演员吼，开始开始想过要吼演较挑战的角色啊，哦，吼。甚至吼有一个老师讲，哦，老师啊，莫大家都叫我演老师啦，伊嘛会当演别项咧，吼，所以开始挑战无共款的角色。啊，像婷婷老师吼，啊是嘛挑战过一个外星博啊，吼，我嘛相信婷婷老师有经过一寡心理的挣扎啦，吼。啊，不过外星博迄角色，应该足趣味咧，颠倒是，可能是那个迄出戏内面，哦，可能即个笑声上济吼。逐个不管啥上济吼，一个足趣味外星博啊，所以对这演员来讲吼，来做无共款的挑战，吼，所以我嘛了解啊，哦，原来会参加这个台语剧团的吼，拢毋是这个，拢毋是一般的角色哦，其实伊的心内吼，拢有就想要挑战这个舞台这个企图心啦，吼，所以这几摆咧，吼开始吼拢。用较无共款的角色，吼，即个演员来演出。结果真是咧，吼，即个老师一开始摕到剧本吼，拢会加深一个讲，哈，安尼我敢会使哩，安尼我敢会使演，啊，其实你演那个吼，一个舞台吼，拢演到足好诶，吼，这嘛是一寡较趣味诶。啊，另外吼，就是讲，啊，到底吼，即个剧本即个故事是安怎来咧？基本上吼有3方面啦。第一吼，就是历史故事，吼，就像。婷婷老师都有小概过吼，黄凤仪的故事啦，100均衡的故事啦，吼等等，吼，即系历史故事，啊，这拢是姚嘉文先生吼对伊的作品吼内面吼来做改编的。啊，另外第2部分就是家庭戏，吼，像阿嬷的话，嗰个大家新妇，嗰个母子情深，吼，一寡家庭的戏，吼，安尼大家看到了，吼，较有一寡。感触，原来即个舞台上的故事，吼，就发生伫家己的家庭，吼，所以大家吼较有一寡共鸣，嘿。啊，另外第3部分吼，就是读剧，嘿，因为读剧来讲吼，伊其实嘛是一个正式的表演，吼，因为有当时啊，吼临时，吼像像即摆吼，哦像今仔日咯，今日早时都咧办理，吼，大家都咧排即个中华大城的一个绘本。吼嘛，希望讲会嘛可能预计伫4月还是9还是5月，吼要去国校啊来巡回表演。即个读剧吼，伊可能是较短期的时阵，吼较短期的时阵，大家吼啊都摕到剧本，吼还是摕到绘本，吼啊经过即个
讲话训练，吼来做演出，吼所以读剧吼基本上有伊的所谓机动性啦，吼临时若是有一个相关的表演，吼对咱去参加，所以关怀台语剧团目前吼演出的这个剧本方面，吼有历史故事、家庭戏，以及一寡较细小戏，是读剧的部分，希望讲主要目的是希望讲会当较多元的故事，会当更较侪乡亲，会当用这个戏剧来联发在地的故事，希望讲未来有更较侪这个乡亲，会当看戏了后咧，嘛想讲嘛会当来有一天到舞台上来表演，所以嘛希望有更较侪乡亲，会当正式来摕到剧本，演出在地故事，互更较侪人看，大家为这个推广台语，来付出这个家己的力量，这是以上对社区剧团，以及这个剧本的发展，来甲大家做一个小解，另外嘛要感谢，其实每一个剧本，并不是家己一个人会当来完成的，像这个社区剧团剧本，另外一个最大目的都讲到啊，就是大家做伙，来贡献出家己的经验，互这个剧本呢，更加丰富，所以这个剧本的完成，其实内面拢有真侪老师、真侪学员，伊的经验伫内面，这嘛是社区剧团，一个真趣味的部分，就是每一个校员，并不是讲唔是讲单纯的一个演员，因为对剧本，对无到有的过程，其实每一个校员，拢有参与，到这个剧本的发展当中，这嘛是因为这个过程咧，大家会当对这个社区，对在地有更较侪这个认同，好，希望讲未来，关怀台剧团，这个演员咧会愈来愈多，观众会愈来愈多，感谢。好，咱多谢显庭导演吼，咱拄则看到即个画面吼，其实即个画面你有看到大家新妇吼，因为即个咱的汉字吼，大家吼是写一个大家庭的大，家庭的家吼，所以呢，姚嘉文院长伊真无爱有即种互人看毋到的字的即个情形吼，所以伊坚持阮的海报内底伊爱写罗马字吼，所以伫咧即个文字化的部分哦，伊嘛是属于较汉罗套人的一个方法吼，就是讲莫硬要去用汉字来写咱的台语文吼。即个大家新妇，咱拄则有分导演嘛有讲吼，戏剧的即个剧本的来源之一，就是改编。咱拄有分享一个迄个所罗门王的故事，迄真假母亲吼。其实伫大家新妇内底吼，伊嘛是有去用到迄个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的即个戏出，伊个即个大家吼，都是去帮助伊的新妇，因为新妇去地下钱庄共借钱，导演吼，甲伊设计讲，甲迄个威尼斯商人共款的即个戏出吼，变成讲人要挂伊的一斤肉。结果大家就用伊的智慧来救伊的新妇，这段嘛感觉真好耍啦吼，就是威尼斯商人的会佫甲伊搬来现代剧，就是讲即个新妇去共买股票去共借地下钱庄安尼吼，变做现代版安尼，嘛是最好耍的一个戏出吼。即内底即个大家新妇嘛是伫个嘛是演过2-3遍吼，演员嘛有佫换过。咱若是有兴趣的人吼，其实伫个 YouTube 内底，你甲拍吼罗马尼大家新妇，伊就会走出迄个影像互大家看。过来继续吼，就是变成阮即摆我甲迄再会啊。导演吼，阮的部分就到遮吼。因为咱即摆要来介绍金星老师是，因为阮本来吼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工课。我是负责迄个演讲的比赛吼，我爱找评审老师吼，我爱发落遐个背后的代志。结果金星老师就是去互委员甲伊邀请来做即个戏剧的一个调职人啦吼。简单讲就是执行长。所以伊
伊可能感触会搁较深吼。啊，虽然阮拢咧做共款的工课，毋过吼，若是要讲戏剧内底吼，伊是算一个真重要代表性人物吼。好，啊，咱即摆是毋是欢迎哇，金星老师来，你来讲你即种啊？好，大家平安吼，我是金石，我目前是咧做，无声，金星老师你无声，真正有啥哦？阮这边有听到。有遐有声有安声尼有声无问题，有声吼继续讲。好，啊，我是金星吼，我即摆是伫咧国校内底咧做台语老师啊吼，啊，我是无意中去互叫来做即项工课，啊，我一开始是因为吼，我若甲听林老师共款，为着带学生去关怀参加演讲比赛，啊，那会比到尾啊吼，啊，种换我家己去做评审。啊，自安尼吼，自迄阵甲即阵已经诚久啊啦吼。啊，因为委员伊一开始伊嘛是有足侪诶活动安尼吼。啊，我是对合唱团开始啦。啊，今仔日来想讲，我本来是讲啊，无咱邀请委员吼，伊家己来讲，伊是安怎会来设立即个剧团吼。啊，毋过伊讲甲院长，阮诶团长目前是姚嘉文吼，总统副主席啦吼。伊讲即阵伤晏吼。啊，所以我就是讲啊，阮咧阮教育部今年吼，22，阮有拍一个片，啊后壁委员又家己讲，啊，咱是毋是请咱的主持人甲咱报迄个片啊，好无？迄个片啊吼，伫咧10分47秒迄个所在吼，啊，委员伊家己会讲出即段是安怎吼，伊会做即件代志，好吧？动时代迄个国语政策啊，整个国语运动，地书将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本国的语言拢受到足大的这个打压。啊，过去的历史，我想大家拢知影。啊，地书这本国的本土的语言差不多强要消失去吼。联合国都甲咱发出讲啊，咱拢有。咱的些语言拢有一个流失的这个危机。咱家己伫本地，其实咱嘛家己知影，特别是即摆的少年囡仔，可能都听无台湾话。中阶层的遮吼，30、40岁遮，嘛差不多是可能会晓听，但是嘛袂晓讲吼。所以阮感觉讲，哦，这实在是包括国际嘛，已经看到咱的危险，阮家己。嘛有感觉到即个危险，所以我伫无担当公职以后，我设立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就来全力来要紧。大家较无去注意，感觉无要紧的，但是实在是上要紧，因为这就是整族群的文化的基本的即个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检测一般人无去注意到伊的重要性。但是这其实是上界要紧的这个命脉啦吼，所以我全安尼全力伫咧推动，而且早期是对这个台语演讲比赛推动，然后阮感觉安尼无够，再个开始这个书记的这个文化营，对一天变2天，一队变2队，一梯变2梯吼，一年变几落百个囡仔吼。台语演讲比赛嘛是几落百个，但是阮感觉讲，这东西是难珊珊所以到尾这个完全伫咧办文化营的时阵，就借用这个炮兵营区这是我做馆长的时阵收到倒来的营区而且阮对3间教室到5间教室到8间教室到第1排到第2排安尼规个来推动这个台语文。毋是干那台语尔，阮认为连即个台文，因为有文理才会当通流传，才容易。若无干那用喙讲，当然是比无较好，但是台语，佮包括台文拢会当有真好的即个意思，咱各方面拢做伙来推动所以有咱即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即摆已经超过10几万人。来过咱这个园区咱遮会使讲是就是开辟一个友善的环境希望大家入来到遮会当听到真水的台湾的歌谣，会当讲拢伫足自然来讲咱的台湾话大家会当互相来
大交通拢用台语文啊，会当伫遮唱歌，会当办活动，会当演习、讨论啊、演戏啊，会当看电影啊，会当播歌戏、播布袋戏，甚至咱阁有灶骹，会当大家做伙啊，伫遮用咱家己的本国的语言啊，做伙来煮好食物啊。我想咱的生活中间，咱的交通就自然用咱家己本国的语言啊，即个我想对家庭啊，对社区、对社会，到政府、到规个社会，拢是优先本国语言的一个国家。我想安尼，大家会当更较生活、更较自然、更较轻松、更较快乐啊，发展会更较好。啊，这是阮需要大家做伙来推动啊，做伙来要紧，阮是讲一定会成功。好，这段吼，这段是阮迄个世界母语迄个时阵拍一个片啊。啊，若头拄仔婷婷老师讲伊安那，伊遐咧恰，伊咧做迄外省宝啊吼，即块内底原来有，啊毋过吼，即块是教育部的。我昨昏甲问吼，伊甲我回答是也无讲正式要互阮公开安尼，啊所以我都无方便互大家看。啊无即块是应该是会使看，我毋知影为虾米咱袂使看吼，我到即阵嘛毋知影为虾米啦吼。啊，你看阮的戏剧吼，其实阮戏剧内底已经对102年甲即阵吼，已经10几年啊。啊，拄则婷婷老师讲着嘛吼，阮是对2张电影票开始吼，迄个时阵只是短啊一短啊，啊可能原来是因为迄一短啊吼，啊引起迄个董事长的伊的注意吼，啊所以伊就开始过2年就开始招啊吼。啊，阮咧招的时阵，阮咧招人吼，我感觉袂讲足歹招的啦。以前人讲无啥是甲人去学戏吼，啊毋过我感觉咱即点的囡仔对演戏足有兴趣的。阮头拄仔伫咧咱中华内底吼，上济迄届可能有60几个参加演出，吼，即内底有囡仔，啊囡仔偌细汉，你知无？囡仔有迄幼儿园的，啊足趣味的哦。迄要去演戏的时阵，要上台的时阵讲，老师稍等咧，我先来去放一粒尿咧，足趣味的吼。迄囡仔就是安尼啦，因为伊真正是幼儿园的，伊袂晓，伊可能也袂晓讲啊，这上台迄个感觉吼。啊，所以什么状况拢有，啊嘛有迄紧张的安尼吼。啊，所以阮咧招生的时阵，毋是歹招，是讲啊，要互因去的时阵会练好势，会顺袂顺吼，迄是较重要啦吼。啊，阮若咧演戏的时阵，其实阮咧演戏毋是干那阮剧团咧演戏尔，有当时阮咧演戏的时阵吼，比如讲青年高中，伊介就来甲咱表演舞啊，吼，舞啊咧表演嘛，吼，表演迄个。迄拄行舞台安尼啦吼，足济啊，阁有咱迄届请甲馆长啦，也是讲社会科长啦，大家拢斗阵来甲咱演吼。啊，有当时咱若要演戏的时阵，啊嘛足济迄乐团啦吼，也是讲我带过迄歌戏的囡仔，哦，因拢会来甲咱主动来赞助甲咱表演吼。啊，我感觉这就是互相啦，咱伫咧台语行较久，啊，大家拢有熟悉，啊，大家拢会互相吼。啊，所以咧考人的时候，我袂感觉讲足歹考，顶多我感觉讲吼，这囡仔咧表演的时阵，互人足欢喜心的。婷婷老师拢讲爱讲，迄囡仔每一出戏拢一定爱囡仔安尼吼。啊，所以阮的戏内底吼，拢有足济囡仔吼。啊，这是我咧带集团的时候，我上爱的所在，就是每一摆拢有出现囡仔。啊，而且我的囡仔吼，若是来参加剧团了后，转去毋管是说唱艺术啦，也是各方面的比赛吼，拢得到袂歹的成绩嘿。昨昏做而且佫得到1名，迄个第1名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咱若透过戏剧哦，其实会当学足济，毋是讲咱干那要学舞台的表演尔，各方面拢会当表演。不管你是讲唱演吼，还是讲大概啊，我可能是要读册，啊，我要上舞台，啊，要去说讲一个啊，发表一个论文，有学过有差哦，真正有差吼。可能阮的大部分拢是台语老师啦，啊无就是迄款迄个家长，啊无就是迄款迄个社会人士。阮这团吼，较特别就是讲，毋是讲哦，我大家拢是专业的，拢毋是专业的，全部拢毋是，头尾拢毋是专业的吼。
只要你有兴趣来，所以讲，阮演戏的趣味就是伫遮。阮迄演戏的时阵，毋是每一摆拢足顺的哦，可能有人即个去，迄个袂记的，即个袂记的吼。个连伊即个换人，连伊迄个换人，因为吼，逐个拢毋是专业的，拢有工课。嘛有当时会因为讲阮兜的囡仔已经读到国中的袂拄好，所以讲吼无法度，我就无演安尼吼。所以阮迄状况足济哦，毋过吼，我感觉咱知影啦，毋过观众无一定知影。但是你的趣味性足好诶吼，阮的团长也足包容，讲无要紧吼。所以这剧团吼，真正是足趣味诶啦吼。讲若是讲剧本方面吼，我感觉迄个院长嘛是真正是足厉害，伊选伊所互咱诶吼是较趣味性。你看伊安尼，伊做甲考试院长，毋过伊写诶剧本吼，逐个拢是足趣味诶。伊诶剧本内底吼，迄囡仔咧演嘛足趣味。你讲头拄仔咧讲甜蜜家庭，甜蜜家庭，敢若一段你就感觉吼，逐个拢摕倒去好好教。为虾米？迄内底就是讲吼，逐个拢无爱做嘛，妈妈嘛无爱做，所以伊诶朋友就甲伊斗写一个迄款纸条搭咧因兜讲，家事整理，人人有责，吼。转来较等下哦，囡仔转来诶时阵看到讲，家事整理，人人有责。我是囡仔呢，我毋知我哪爱负责，吼，伊足敖诶，伊去甲毕业咧，就做迄第一字诶大就甲画一环，吼，画一环了吼，家事整理。大人有责无我诶代志，走去佚佗吼，嘿伊写吼，即个你就感觉足趣味。较等下因翁去拍牌，去唱卡拉 OK 转来，看到家事整理，人人有责。我大人，我毋着爱，我嘛爱呢，吼，就无啊，伊就去佫夹起来，大即边大一位吼，即边佫人佫一位变做大，下骹佫一点，家事整理，太太有责。嘿，拢是某咧做安尼吼，我感觉足好耍诶。毋过吼，迄院长其实伊是会当斗做工课哦，吼，伊伫咧厝诶内底吼，我捌看到伊咧洗碗，做侪工课伊拢会做吼，伊拢会甲迄加减拢会甲院长斗做啦吼。若是讲吼，角色方面吼，我感觉所有诶，尤其是吼，即马这黄显婷导演吼，伊咧写伊个角色吼。伊会当吼掠出每一个人的个性，像讲你看婷婷足好妙的对无吼？你通看伊安尼，伊真正是足好演的。结果伊甲设定的每一届角色吼，拢是穿旗袍的哦，因为伊有迄个条件嘛，伊拢甲设计好穿旗袍安尼吼，所以大概吼，伊拢演甲吼，迄伊还袂出来，人就开始笑啊。即个阮去录影的时阵吼，阮去拍底片哦，阮还袂去到遐的时阵吼，人就开始相机对伊直直翕。人阮拢穿足水诶，伊拢无爱甲阮翕，干那对伊直直翕安尼吼。所以导演咧说个角色吼，真正是有够赞啦吼。佫尤其是哦，你看卢辉老师吼，阮内底有一个卢辉老师，伊本来是一般诶老师哦吼，伊即摆是演甲吼已经吼，无需专业级诶安尼啦吼。若是有机会，你也看到母囝真亲吼，你会看甲吼，真正看伊迄演出，你就看甲流目屎安尼吼。过来吼，我感觉即个角色是真正是足趣味诶啦。我会感觉就是讲吼，咱原本你若讲吼，无啥咧讲，透过咱诶迄款迄个戏组诶训练转去哦，逐个拢足够，包括咱诶导演，一开始来咧讲话时，伊是无啥咧讲诶呢。你看透过绘本了后吼，我感觉伊讲甲安尼写剧，真正是足厉害啦吼。所以讲吼，有当时你若想讲吼，要推广台语，用戏剧绝对是足赞的。你无一定讲，阮会感觉像阮的迄款团长伊就讲吼，我无咧烦恼伊演得好，演得歹吼，就是讲阮是一般的素人，阮毋是迄种专业级的。阮演出来时阵，当然嘛是有好有歹，大家莫讲安尼甲一直讲一定爱演甲偌好，你会感觉你互因吼，安尼大家拢会演甲足赞的吼。所以讲吼，我若感觉若用到迄用演戏来推台语，真正是足赞的。导演佫有一项就是讲，伊看我甲婷婷两个做伙的时阵，伊看到头一摆看到阮，伊就先带咧等。为虾米？阮两个吼，为着一句话翻译，阮两个可能住遐静甲吼，静甲面啊红啊。导演毋敢甲阮相亲，伊拢在边仔看。伊讲嗨啊，较等下毋知影倒一个要走去。伊讲惊阮两个吼，为着一句话剪袂煞，毋知到底毋知要安怎吼。
其实吼，我甲讲吼，导演你免惊，阮两个已经吼战10多年啊，毋过吼，阮两个永远都无输无赢，因为阮会互相尊重。我感觉迄一寡意思吼，咱体课是正当的啦吼。啊，你讲会当讲正甲讲会见面袂啦？阮两个永远都，阮两个已经斗10多年啊，所以阮两个吼，头拄仔咧看迄个片的时候，我讲啊，你若做片啊，我就毋免做，因为所有的片啊，我有诶你拢有，啊，我想要做诶，你佫拢做了，啊，无咱就卖，咱就直接吼用分享诶就好啦吼。啊，所以讲我就简单讲吼，甲大家吼分享一寡吼，我咧带囡仔过程啦吼。啊，其实囡仔吼有诶吼，伊足有兴趣，但是伊安那家长无一定要来学。咱咧100中吼时阵吼，迄片底100中吼，曾经有一个囡仔足爱偷走来学，毋过伊诶家长无爱，伊家长认为讲，看到100中吼，伊讲，迄一定甲政治有关诶。所以讲，迄囡仔吼要学诶时，伊会足爱，啊家长嘛无爱，啊嘛有迄伊嘛迄囡仔足爱吼，啊学了后，我则想讲要来去迄青年高中上课。毋过人因兜诶人都无爱，系啊。啊，其实阮咧推诶意思，毋是讲要互囡仔一定讲去学去，只是讲要互伊有一个舞台，会当有时间互因上舞台，有机会。啊，即个上舞台以后，可能毋是讲干那讲我要咧演戏，吼，互伊各方面拢会当吼得到诚好诶成就。其实咱对咱剧团出来囡仔吼，咱嘛已经有像讲青年高中诶学生啊，伊到尾去读嘛吼，伊即马佫转去青年高中咧教，伊诶成就嘛拢袂歹。啊，伫咧台语方面，比如讲去参加各方面诶比赛吼，啊，咱诶囡仔拢剧团诶囡仔拢培养出袂少即种囡仔。啊，所以我拢一直想讲吼，若是会当透过剧团吼来推广台语是足赞诶。虽然真辛苦，因为迄你知影吼，加在咱是讲有一个好处是讲，咱后壁拢是基金会吼。姚议长甲迄个周委员吼，因咧甲咱支持啦吼，咱毋免烦恼钱诶代志，干那烦恼囡仔就好啊，嘿啊。啊，所以讲有机会我也是希望讲会当佫继续用台语佫再推广台语，嘿啊。其实阮两个毋是干那推广台语尔，阮两个会去主持。啊，我嘛伫咧迄款电视电台有做迄种报道台湾话做教学安尼，啊，所以讲阮两个是永远诶志工啦，啊，我嘛是会佫继续做。吼，啊，今日足感谢吼，咱咧贵人子也甲无气嫌甲阮邀请安尼啊。我问婷婷讲要讲啥，伊讲咱大家开讲就好啊。啊，所以阮今日就用开讲诶方式啦。我咧带囡仔吼，会过着虽然有真辛苦，毋过我袂感觉辛苦，我感觉拢足快乐。啊，我嘛希望讲我会当佫继续做落。多谢大家。婷婷，有剩诶互你。多谢金星老师。其实。阮诶手内底，即囡仔大部分哦，拢已经有诶，已经大学毕业啦吼。即个表演艺术吼，影响一个人诶即个个性吼，也是讲伊诶即个伊诶迄个选诶科目啊吼。其实金星老师拄则你讲诶囡仔，应该你嘛爱介绍讲，因有诶囡仔会走去迄个台北啊吼，因去上迄个学校叫啥？恁迄叫啥学校？艺术台啊。艺术台啊，对，啊，佫有迄个咱诶干豆腐啊吼，干豆诶迄个台湾台北艺术学院啦吼，教迄种音乐系，也是讲拄则金星老师有讲，伊佫转去青年高中，你兼课迄个，伊迄叫做舞台设计。即个你爱讲一下，头拄仔咱迄个片仔就是伊甲咱。迄就是迄个片仔就是迄个学生啊。对高中诶时阵，入来剧团，甲阮做伙了后吼，伊就甲阮对调咧。迄时阵吼，伊佫去读青年高中，佫去互大学甲选。迄年吼，迄4年前，咱台湾诶教育界有一个叫做特殊选材，就是讲你毋免参加考试，你就是变成咱家己有啥物资料，还是讲你有做过义工，还是有啥物得奖诶物件吼，你就摕去申请学校。结果吼，咱剧团诶即个囡仔，伊想讲，咱诶高中诶学校好诶遮尔济，
比如讲，逐位的即个中学吼，伊中的啦，愈中的遮尔济，啊，伊即个台北艺术大学吼，伊干那要一个尔，伊应该袂调啦。吼，啊，毋过呢，伊就是有一寡遮的经历吼，啊，去的时阵伊就调吼，就干那选伊一个，啊，互伊读4年的即个舞台设计出来了后吼，伊的通路，伊即摆退伍了吼，伊的通路就是直接学校就搁甲伊邀请转去做咱的兼课吼。啊，当然伊后摆有发展，比如讲一大楼吼，你过年的宴会吼，毋是伊会算迄个即个算庙的吼，啊，伊嘛有去参加，啊，真济宜兰的县政府也好吼。金门县政府也好，因有一寡外包的即个摄影的工课吼，因嘛拢会参与。啊，拄则金星老师有特别讲一个即个李丽英吼，世界母语的即段，除了阮会整理讲吼，即个孟加拉的故事以外吼，1952年的2月21吼，有5个即个语言历史去互牺牲性命吼，就是迄个时阵的巴基斯坦伊分做东边甲西边的时代，就是要互囡仔知影即个故事，要互无一定是囡仔，就是讲大人嘛爱知影讲，伊世界母语哩对咱母语推崇的重要，所以阮就去拍一支片啊吼，啊全部的迄个片啊的物件，除了导演甲阮导内容了后吼，包括伊的迄个空拍机吼，就是讲搁一寡遐摄影剪接吼，啊搁来就是咱有看到迄个字幕吼，字幕嘛是伊。拢会直接找我甲金星老师，要甲伊整理做台语文吼，较完整。莫讲吼，咱找你讲影片是你讲台语，但是你的字幕是变成华语，安尼就无啥意思吼。啊，所以阮要讲的就讲吼，关怀台语剧团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啊啦吼。其中有一项部分吼，爱补充就是讲，我甲金星老师甲迄个现场导演吼，阮捌行为校园去。就是讲，学校吼，伊热人有一个迄个会当申请一个专案的，叫做夏日热学吼，夏日热学吼。啊，其中一个部分吼，就是有一寡迄个本土语言的会当放几来10点钟的课程落去。啊，阮都是开始伫遐来，甲迄个各中的囡仔带戏剧。啊，我毋知影讲这戏剧吼，那对囡仔来讲吼。当然，遮尔好带，因为吼，演戏这是有当时就是表演艺术，有一寡迄个天分的人，伊靠迄个肢体动作来演戏时阵吼，会感觉讲要来学语言会较紧，哦，啊，这是真特别的所在吼。啊，阮有2届的经验吼，就是会入去校园嘛，休热的时阵会入去校园。啊，当然爱感谢咱的专业的迄个导演啦吼，伊这是带这个社区型的。是好，是讲因的学校大型的也好吼，伊拢足有经验的啦。伊人真客气，伊讲话嘛真客气吼。像这个剧本的部分尾啊吼，是因为咱的邀演长伊时间较无闲，就是会当发挥的所在，就是咱的导演伊会甲咱排吼。咱尾啊这出伊叫做母囝情深吼。伊咧探讨一个足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就是咱的人会老戆的即个问题吼。拢知影老戆吼，即种病是无法度通算恢复啦。伊是愈来愈歹，伊袂可能愈来愈好吼。当然伊的剧情，伊会甲即个查某囝甲老母吼，本来是咱敢若袂输原乡人的即个角色吼，甲伊吼改做。老母已经着到即种镜头的时阵，拢袂认的查某囝即个情形的时阵吼，放落戏剧了后，结果阮即个演员吼，阮2个演员吼，迄2个演员，即个母仔囝安尼演出来，阮入边啊嘛是会对流目屎吼，真正真情落去演啦，即出真趣味，可能吼，金星老师你拄仔无讲到4月20几号，27号。即个中华关保心演乡，厅，演艺厅吼，已经甲阮邀请要去演出即出母囝情深，后半段也是足感动人的哈。安尼，即摆就是讲，因为咱有当时吼，你演的时阵内容吼，尽量要互囡仔表演到伊的即个舞蹈啦吼，也好，也是唱歌也好，阮会加一寡台湾的囡仔歌，
囡仔歌来落去，也是讲有当时大人嘛会放一寡较台湾歌谣，较类似台湾歌谣，甲放落去内底吼。当然还佫有一寡背景的物件，就是讲服装，也是即个化妆吼。像化妆，阮就是会去邀请着即个大地国小吼，因其实拢咧画歌戏的遮人来甲阮化妆吼。你舞台内底。婷婷老师遮画妆的所有的吼，拢是学生的家长，一开始就是先入来，嘿对，先入来了后，伊甲囡仔画，画咧吼，感觉因的费用佫无济，就安尼逐岁安尼甲留落来。拢都收听的啦，嘿，包括安尼妈妈因即种拢是即种情形。所以咱的戏剧内底吼，除了讲较专业的，比如讲音响啦吼，定妆即种。咱无法度通处理的物件以外，大部分拢是对家长内底找出来。无你甲看吼，一年趁天，咱所有全部的迄款迄个费用有无？敢若请导演的费用就爱足济嘛。咱无遐尔济钱，所以足济拢是安那用利用咱迄家庭内底的迄个资源落去斗相共。那包括讲咱是毋是去啦，爱买便当啦，爱创啥有无？要表演。全部拢是本来是妈妈一个嘛吼，迄个囡仔拢来，是讲囡仔来，妈妈拢来，爸母拢来安尼嘿。咱其实咱的戏剧有一个上好的现象，就是变做全家，不管你是恁兜什么人来，你要表演的时阵，全家出动嘿，这个上介好。有当时囡仔就是讲，为着要绘本有无吼？迄个剧本要读袂晓，还是要表演，爸爸妈妈爱斗相共。所以因嘛无形中把即个台语摕转去因兜，嘿啊！本来因无咧讲的人，嘛讲较足好诶安尼，嘿啊。好，要搁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因为戏剧的部分吼，有一个现象就是吼，查甫会较少。所以要找来男性的演员吼，有当时拢会足歹找。所以伫戏剧的演员的角色咧配对的中间吼，其实因家己演员有当时嘛会错乱咧。你顶回做我阿嬷，你即回做我妈妈，伊袂欢喜。但是若针对查甫的演员来讲，足趣味的。阮一个查甫演员，伊是中华女中的一个总务处的一个组长吼。伊吼导演甲伊分配的人，伊的某吼。已经换七个啊，就是戏中的某吼换七个。即个有一个工课，就是母囝争亲吼。本来导演是要甲我配合伊做某吼，结果我家己足无用的吼，我怎变做主持人？我怎度过一关，我也袂去做到伊的某啦吼。所以就是讲，逐个吼线顶的人吼，你若是中华这边中部若有人。查甫的，若是对这戏剧有兴趣的吼，会当报伊来阮关怀，伊会当带足济某。老师，伊会当带足济某，所以哦，导演袂动的来导演来，你讲。我阁有一个分享的，就是讲，你互导演讲吼，一个角色内底吼，因为有当时查甫的角色欠的时阵吼，导演伊会去青年高中调因的老师来，伊有一摆伊去清水吼，去调一个即个社区的一个查甫的演员来吼，我甲伊对戏对5分钟，阮两个人演甲那袂输足熟悉的人吼，就是表示讲，迄个查甫伊嘛足有底底的啦吼。阮对一届对两届，就上场啊，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就是讲社区的即个戏剧内底吼，我有学到足侪经验的。上重要，而且嘛交到足侪朋友。嘛感谢关怀安尼长期支持，尤其是姚议长吼，伊钱的部分拢伊会处理吼，会互阮一间专用的教室，互你互阮排练吼，这是真简单讲是阮特别的幸福啦吼，真幸福，就咱个一家伙的人，导演佫无性地，伊也袂甲阮歹。以上。导演，你敢有啥要佫讲无来？基本上要我歹啦，因为，因为我排戏吼，像拄金丝老师讲有囡仔伫边仔吼，其实囡仔嘛有嘛无啥好管教啦，吼，即嘛爱感谢金丝老师吼，咧排戏时阵咧，吼，咧替我管教边仔吼，无排着戏的囡仔，另外吼就是金丝婷婷老师拄仔讲着吼，伊
应该无做到顺清吼，迄个我们的男一男主角的部吼，后一出戏就会当啊啦。你会使帮我刷袂？嘛，啊好顺，主持的，安尼做一路，有诶，有演员吼，拢甲有配啊安尼。英文我袂就是安尼，使，去哩就爱姓啥物货吼。导演我袂当，因为伊是我诶学生。哦，对，无前我也袂。你会记诶吼，你莫学白笑。拄啊，我讲到一个主持人即个问题吼，其实有当时阮咧出去外口吼，伫演出的时阵，阮家己嘛是爱有一个主持啦吼，无可能人甲你邀请人，伊搁来甲你主持，因为对你即个团嘛无熟悉嘛，所以阮就家己爱有找一个人吼起来主持。啊，当然有当时咱的演员内底嘛捌轮过吼，啊，其实较大部分拢是我咧主持，为虾米会有即种经验呢？这就爱感谢吼，即个关怀即个演讲比赛。啊，关怀演讲比赛的时阵吼，拄我开始的时阵吼，啊20多年前，阮嘛是拢为袂晓的时阵吼，迄个稿摕伫手的内底啊，写到10外张啊，毋知要看倒一张。为迄个时阵开始，到尾啊吼，稿拢放掉，就是家己也莫去。安尼了后，就愈讲愈顺吼。拢是经验来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剧团的部分的底底吼，有当时就是为即个文化也好吼，广播也好，还是讲即个演讲比赛，尤其是演讲比赛吼，因为阮一场拢爱主持嘛，啊，阮捌曾经捌主持8场吼，就一年比赛吼，内底有8场，拢千外囡仔来比赛吼，迄就是上届请爷诶迄个时代啦吼，啊，所以就有迄个演讲比赛诶主持诶迄个经验，会当来辅助咱即马即个剧团诶部分。好，安尼以上论坛，咱今仔有3个场呢，你知无？你叫做论坛，我叫做顶顶，啊，阮的导演叫做天顶。三仙老公仔票，啊，即摆是毋是要交互你咧？好，多谢丁丁理事长丁丁先生、金石先生、甲何定导演，今仔日甲互咱遮澎湃经验分享，佮有来甲咱介绍关怀剧团的戏。安尼，即马就要来邀请大家，敢有啥物听了无够开，啊，佮有疑问的所在，还是讲有啥物心得分享？对，咱台湾人应该上爱看戏啊，咱从细汉就是咧看戏大汉的，对，安尼大家敢有人要发问啊？看到中央那夜市，中央。我因为我顶爱先离开我先来讲一个啦我是讲恁中华有迄个会当迄个带7个某的角色爱我通知我会调人坐飞机转去啊，我28当前捌演一出迄个戏叫做《厝边隔壁》，即出戏伫 YouTube 还阁看会到我是演一个田桥所以你若要看我28当前咧做田桥的角色你去 YouTube 你甲拍落去厝边隔壁另外嘛有一出迄个叫做有耳无喙嘛真精彩所以你若去 YouTube 你甲拍有耳无喙即两出戏拢会出来今仔日迄个我诚感谢即3位讲员甲即个论坛即个节目拢用甲真精彩啦较想着讲哇，安尼过去咧演戏遐个趣味啦感谢单位迄阵剧本是拢是伊写的阮伫迄个第2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迄个尔曼伫加州的尔曼遐演的好，安尼歹势我爱先离开我检查会当用手机继续听，但是要讲话可能无方便好，多谢。多谢两公兄甲咱分享，请大家去 YouTube 敲厝边隔壁甲有耳无喙，大家人做伙来翕相。对。我做一团的我秀阮阮嘛捌演过迄个厝边隔壁这剧本拢是单位写伊今仔日嘛伊今仔嘛伫现场咱敢要请伊嘛来甲咱回应，讲几句话。吴医师，你敢会当开你的麦克？伊就是单雷单雷先。会切。
好啦，第一项吼，我会当推荐梁公兄演员吼，这个角色啊吼，演了实在真精彩。啊，甲伊的牵手吼，Christine， Christine 哈，Christine，两个足斗大的吼。你若有需要翁仔某，还是干那翁的，还是某的吼，推荐啦吼，算做我推荐啦吼。啊，第二我有一个感觉吼，这个我感觉咱即摆这个伫台湾这个母语运动这个趋势吼，这个方向实在是真好啦，哦，真好哦。是安怎讲呢？就是咱已经吼，就讲为以前的这个台语演讲比赛吼，进入到这个表演比赛啊，吼，干那演讲啊，大家在演讲啊，大家较了就变做中国话去啊，吼，即款的阶段吼，啊，进入到大人囡仔拢来演戏，啊，有的人写剧本，有的人导演，有的人家长来斗相共啥货，这变做愈来愈生活化去，毋是表演化哦。咱母语是的运动是一个生活语言的运动，毋是表演语言，这个是足大的差别哦。啊，所以所以咱已经进入一个足好的阶段，这个方向实在是足正确哦。啊，足正确，因为吼，咱即摆台语上欠的是欠人伫公开场合讲咱的话，吼。啊，你来演戏，演落到第二台仔顶，你敢讲台语，你台仔骹就敢讲啊，吼。所以种种，这个是足好的现象啦，吼。啊，有一个问题，我是听到这个金色老师吼，金色老师这个名实在足好的，吼。希望有一日我小说者会当照这个名来用一下吼，先请你同意一下吼，这个名足好啊，查甫拢会用一下，这个名吼。啊，金色老师有讲吼，这个咧演剧的，演着一出，有听到吧？喂，演着一出这个啥物1895年这个895嘿，这个剧的时候啊，有家长反对，因为迄是插着政治啊，吼。这个实在是，甲讲着头壳，袂说雷讲着安尼吼。有啥物款的国家也是人会反对要伊的囡仔来知影因的历史？啥物款的人会反对？这个问题实在是我袂当解说，啊嘛无回答哦。所以为遮我来请教金色，也是各位对台湾社区真有直接的人，这个家长的态度，对囡仔的语言的态度，吼，啥物款的年龄层较对较赞成讲母语，囡仔讲母语，啊，啥物款的年龄层较无赞成，甚至反对。是毋是有一个一般的回答？是毋是较少年的做父母的较积极，啊，较中年以后的吼，迄代经过白色恐怖迄代，是毋是就较反对？是毋是有即个现象？我是毋知影。其实即个问题可能足困难啦，吼。好，多谢。我回答跳。金色先生。吼，我会感觉吼，迄是可能咱对囡仔教育无够，对迄家长的教育无够。迄个家长伊并无了解讲1895是发生啥物代志，啊，所以讲有当时吼，阮嘛是，阮为虾物要做即种在地故事？足侪物件就是希望讲借由即个故事去讲互家长听，讲互囡仔听。像婷婷老师，伊咧上课的时阵吼，阮嘛拢安尼倒一家，像你伊是安怎来，有诶甚至拢无咧讲。啊，毋过阮若咧上课的时阵，阮是差不多进前一礼拜，退后一礼拜，阮就豆豆仔甲囡仔讲，
你会互囡仔伊去了解，无人为讲，伊啥是安那袂使讲台语诶，吼，迄个囡仔，我即摆我来去教互国校囡仔听，因无经过迄个年代，伊会感觉讲，是安那，老师是安那，我今日咧教着安，老师是安那，你袂使讲你诶台语咧，迄个年代就是安尼，迄个过程因无经过，对因来讲袂输诶那迄戏内底共款，所以你会豆豆去甲讲，我感觉经过甲讲了后吼。迄囡仔了解，我是放一块叫做阿雄甲色大刀即块片吼。阿雄甲色大刀，伊是咧做淡水迄个经济，差不多40-50年代诶哦。迄个内底就有讲到语言诶问题。我放迄片后，囡仔看诶时阵，囡仔伊会感觉足奇怪，是安那袂使讲诶，讲话就爱去发车，爱去挂交牌啊。所以足侪代志，毋是讲我会感觉是讲，像我接触这是因为。伊无去教育到即段，你若好好甲伊讲了后吼，人家长嘛是会接受。就是咱大部分学校就是讲，若无教着诶部分，迄家长就感觉惊，嘿啊。我目前我会感觉是，我尾来囡仔是有接受讲，我囡仔，我讲即种是，我咧讲，我主要是咧推台语啊。迄195是用迄囡仔诶故事咧讲啊，毋是真正咧讲战争，伊可能。我毋知影伊是感觉伊是政治，抑是讲咧195伫阮诶彰化市是足侪人诶，嘿啊！像讲我较早诶时阵要去北部山，人会讲哈，你哪会敢去？嘿啊！阮以前就有即种情形，所以伊阵咧讲诶时，我毋知影伊，我尾啊吼了解是伊对即个故事无了解，你去甲讲诶时，伊有接受，因为妈妈是原住，伊迄新住民，甲毋是咱台湾人，爸爸。做建筑诶较好讲，你讲啥物人会讲？我感觉因爸爸本身有咧讲，但是讲无济。伫咧阮即个我家己我诶范围内吼，我会感觉是，阮即运诶吼，绝对咧讲啊。阮老母迄运嘛绝对咧讲，毋过甲阮囝60-70年代遐，即运诶囡仔上无咧讲，嘿啊，足大部分无咧讲。你即摆要搁甲伊讲吼，渐渐，我感觉较南部较会接受呢，嘿啊，因为阮较南部，你若甲北部讲就较袂接受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嘿。有补充无？多谢金先生的回应，因为想要回应，就是因为拄则听到，大家若是有要问问题，当先举手，安尼咱就知影后一个当甲你休安尼。我想讲，拄则听到金先生在回应陈雷生的问题时阵，我就感觉拄则囡仔讲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我讲即句话嘛是会当互咱真大诶感慨，因为伊是问，就是先生甲囡仔讲，较早咱台湾人互挂交牌互发徛，囡仔问讲，先生啥怎你无法度，你袂当讲你诶台语咧？我就想讲，啥怎是你诶台语？啥怎是先生诶台语？这是咱台湾人诶，当时就是咱诶囡仔。就是咱台湾囡仔会甲台湾话当做咱家己的话，其实我嘛无确定，就是甲年岁，还是讲徛倒位，还是讲每一个家庭的背景，因为有诶颠倒，若是讲厝邻，若是讲有互迫害过，有时啊因为惊吓颠倒个辱骂才为别人遐知影，嘛无一定，对，对，毋知，就是真感觉遮个经验应该逐个家庭拢真无共款，若有人要分享，嘛欢迎大家做伙来分享安尼，毋知。即马无人举手吼，但是我知影讲占星老师吼，伊捌去过迄个伊就是彰化的迄个台语文化园区吼。我敢会当请占星老师嘛小可回应一下。好，相片有看到。我前1月有去彰化关怀台语文创园区吼，内面甲周清桥甲金石老师见面吼。阮的因缘就是我伫4年前吼，因有办一个海外台语老师的一个阮迄个教育营，我有转去参加呢。受到因真好照顾，嘛互因真感动啦吼。讲为着台湾安尼，即群人才拍拼咧。所以互我感觉讲吼，我嘛是爱甲因共款安尼。所以我
转来以后时，我就更较积极地吹杀台语啊。啊，当初拄开始啊，即个园区还阁无讲诚好势啦吼。啊，我最近1月去转去的时阵啊，就像叫伊拢叫阮爱叫伊姐姐啦吼，姐姐啊，带阮去附近啊去看，啊，即摆已经建设甲诚好啊，啊，都会使讲真有规模吼，一个语言文区安尼。啊，我甲姐姐讲啊，迄个即摆咱甲别个园区比起来是啥款啊咧？伊讲咱这个园区吼，比任何一个园区哦，拢迄个效果吼、效用哦上好安尼吼，啊，经费上少啊，啊，伫阮70-80个园区哦，拄好有一个园区哦是台语文园区啦，唯一的一间啊，啊，剩的拢是客家啦，啊，原住民啦，啥济啊，啊，所以伫即个有限的经费吼，啊，有法度办甲遮好吼，这嘛是咱台湾人的韧性啦吼，毋认输啦吼，啊，毋甘愿安尼吼，啊，看到迄个周清玉吼，啊，看伊安尼。讲到台语吼，啊，规个人哦，迄个目睭就会光起来，投入感情安尼吼，这变做伊一个使命吼。都要出来呀！大家有机会哦，会当去迄个创意园区伫彰化啦吼，去遐去甲参观，就去甲鼓励，啊，内面有足侪义工吼，啊，拢无私的奉献吼，啊，甲对即个彰化的人吼，真骄傲啦吼，啊，真要投入因的文化吼，啊，甲咱的台语的语言安尼。大家有机会会当去遐参观，也是一定有迄个价值的啦。谢赞成先生，对，是我是贵人。是，我今仔日吼，咱会当邀请婷婷金色甲即个导演吼，咱爱先甲因拍扑仔一下吼。我吼本人伫桃园，就一直想要推广即个戏剧啦吼，毋过吼嘛是困难重重啦。拄有在讲到政治的时阵，我伫遐咧，像我最近第一个就是开始咧写讲单雷的即个底片的小说，想讲去甲改编，看会当来演袂。第一个就是想着讲吼，迄个美丽长老若都已经有牵涉到即个外省人的即个问题啦。我伫遐咧改编，伫咧想迄邀请的人吼，内底嘛有外省人啦。我想讲因都足够好演的，毋过这我煞阵伫遐丢除讲，敢要搁请因安尼啦。嘛是有即个看界安尼啦，因为我一直想讲，有一个遗憾，就是讲吼，陈雷生的小说吼，若是无改编做戏剧吼，这会是一个足大的遗憾啦。就是一直想讲，看会当招一寡姊妹啦啥吼，熟悉的人吼。会当来演就是初吼，无啥物道具嘛好啦，毋过就是讲练习台语嘛是好，就是讲有一个起头吼，安尼看会当去扩大。这个是因为蒋门时刊伊的社长伊有甲我讲，伊有要甲我支持安尼啦吼，咱若迄落开始要迄落，毋过因为我嘛毋是。我嘛毋是专业的，毋过就是感觉讲，伫即个改编的过程的中间，就已经去牵涉到遮的问题，而且，看的人若是第一场，可能会足侪是有即种的情形的人吼，我嘛是就先开始烦恼起来。这是我
最近嘛是拄着的一个足大的问题，嘿，安尼吼会拄啊有听金色老师安尼咧讲的时阵，因为迄是好咧啊，对家长甲因沟通，啊，毋过若是我的观众，可能就是讲因已经拢是华文界的人吼。迄接受度毋知安怎，我嘛毋知影。啊，毋过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准做我无做，若是讲像恁即个剧团啦，会当讲对社区会当推广到台湾性、世界性的安尼嘛好吼。咱甲单位的小说先为底篇小说改编起嘛好安尼，会当去演出来安尼吼。我想讲，这嘛是一种的足大的贡献啊！我一直嘛是一直咧找即种的团安尼啦吼，就是我足想要推销的代志安尼啦。啊，看大家会当做一个连结，还是结合安尼迄个将来有即个迄落啊，因为金色老师是阮伫足侪当前都拢伫迄落面册安尼，毋但面册啦，伫迄布拉格的时代都拢有熟悉安尼。啊，婷是咱8月2读册班吼，逐遍若听伊咧分享代志吼，就感觉讲伊迄真正是人捌的人足开看的，就是想讲安尼甲邀请，因为咱办即个台湾文化欣赏会，台湾文学欣赏会吼，就是欠一个即个戏剧团啦吼。啊，我要下任的进前，总算会当邀请到即个剧团哦。我感觉真正是足荣幸的啦吼。啊，希望恁的剧团会当愈来愈大啊。嘛，咱台湾本土像恁安尼正港的本土的剧团会愈来愈济，愈来愈竞争安尼吼。以上。谢几人这啊分享，毋知影婷先生、金色先生还是何婷导演敢有要回应？那么我是建议啦吼，其实就像即个李安导演伊说一句话啦，伊就讲一个好看的电影吼，上基本就是剧本这剧本一定爱好看所以好看是迄个第一步。当然有真侪像拄啊迄个老师吼，就希望讲就希望讲会当甲伊的理念透过即个戏剧互大家知。毋过嘛是爱所谓寓教于乐一定爱有一个好的故事来做编剧，伫故事内面咧，互观众会当慢慢来去了解你的理念若一时若甲理念讲甲伤过硬这颠倒一般的观众可能较袂接受像我记得差不多我伫大学时阵嘛是拄啊好刚刚要解严迄时阵迄时阵真侪小剧场真侪大学生啊小剧场啦弄一寡较意识形态的戏剧来冲撞体制，但是迄就是一般大学啦也是一寡特殊的人士会去看，一般民众颠倒袂去看甚至会排斥但是了解严了颠倒戏剧慢慢较济啊就是因为讲大家了解有当时啊要互一般的受众一般的大众啦要来接受你的理念嘛是爱有较好的故事来去安排这咱卖物件共款你卖一个物件爱看你也卖互谁那个受众群无共款若是你希望讲一般的家庭会当来接受咧所以都要较安排一寡较趣味的故事的戏剧这个好看趣味的故事内面咧自然观众就会接受你的理念若是你要互一开始你若要希望一个当一个炸弹安尼的戏剧咧迄当然会引起较济的一寡讨论一寡较平和的观众可能就袂去接受所以对咱卖物件共款看你
希望讲会当推测到什么观众来决定这个剧本。但上主要还是剧本伊毕竟是演出的戏剧所以还是要像李安导演讲的，一个好看的剧本安尼。导演因为嘿，咱是毋是会当找一个时间来见面咱来讨论即个单位的即个小说第一篇的小说来甲你请教，也是讲迄落，若是有即个机会是。好啊。像我青年高中嘛改编过这个客家大佬钟兆政伊的《鲁冰花》另外像日本时代台湾的一个作家吕赫若伊的牛车伊的牛车嘛是足出名的一个来讲一个民族的故事嘛改编过所以改编一个小说这嘛是另外一种学问啦对我来讲我嘛希望讲后摆有机会大家嘛会当做剧本的交流。因无，我是完全毋捌啦，我袂晓啥物文学，袂晓啥物剧本，袂晓啥，我拢毋是啦。但是就是有即个，因为咱拢有读着，阮拢咧读单位的小说的时阵迄个感动若感觉讲无为单位先咧做啥物代志，心中会有一种的遗憾，所以就一直想要去甲做安尼啦。主要是安尼即个原动力安尼尔，并毋是讲我会晓啥物，是因为我想要做啥，我要来学啥安。我今仔日我若会当讲，无得确，我将即个小说念互你听，无得确你就会想，无得确嘛会想引起你想要去做啊。互你去做嘛无要紧啦，无一定是我爱做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因为我完全拢毋捌的人，但是我的精神就是讲，我若是有想要做，我就会去，毋是我会晓啥物，是因为咱想要去做迄个安尼，就亲像讲我拄我咧苦恼即个问题时阵，我会当熟悉你，因为若是讲有机会。我来去中华找你，甲你请教，也是讲甲因为婷婷甲金色老师因拢是编即个台语的专门老师，因嘛是会当透过因来做更较好的翻译啦。因为我是台文，我是对因咧读尔，我事实讲我拢。毋是啥物家啦，拢毋是啦就逐项拢袂晓，拢对因咧听，拢对遮个读册盘咧听咧学习安尼尔，嘛无啥物进步啦，因为家庭的因素讲要甲人去参加啥物活动，还是啥物会，拢有侪的难度困难，无法度。毋过若是讲。单类小说会当去改编做戏剧、电影啥会当安尼推销出来，这是我即马是一直想要做的代志，安尼尔好了解。所以讲你若当时我甲婷婷因为我即马会较接落去台中所以台中离中华就近，若是有机会，是毋是咱会当约一个时间？来见面安尼，甲你无得确剧本，互你你迄个小说念互你听，你自然你就感动啊你就会，我想恁这会当私底下恁较搁去用啦，好无？贵人这。安尼啦，好，以上。好，感谢。像贵人这好顶的，因为我感觉有影咱戏要好看，就是故事真要紧，拄好，就是因为单位生的故事足好看，咱现场各位就是有互故事感动着，所以当然嘛是一个真适合的题材来互咱做。毋过，毋知影大家敢阁有问题？我想讲，我先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感觉即个问题嘛是咱用台湾话咧生活，对咱也是讲，大家认为咱咧做用台湾话即个运动的人，就是。甲即个拄则导演强调讲剧本好看，就是一个上基本。毋过
啊，搁有像拄则桂兰姐来讲，就是烦恼搬即个戏啊，毋知若是讲啥物华语还是华文的家庭安怎想。毋过事实是，家早就是像有关怀剧团遮个先摆，啊像陈瑞生写遮个台文台语的故事，所以就是咱到即嘛，就阮乌妈，像阮乌妈嘛，就讲咱现场各位在台湾家庭的囡仔，嘛才有遮个物件通好看。啊，像我所知影诚侪，就是用台湾话咧请囡仔的家庭，真正是即马欠的，就有影是即个物件。咱到底是故事好，但咱是要求人多，得侪人看有，安尼其实咱自头到尾用中国话搬就好啊嘛。毋过咱一定是要伫迄个，咱搁要物件好看，啊而且咱搁要互咱台湾人看，这之间要处着一个，就咱要爱的迄个。在迄个滚嫁的过程，啊，我所知影的台湾家庭，真正是倒位有好看的剧，还是啥物，真正就是大家，就是有诶对台北走来台南啦，啊，就是对倒位走去倒位，就是听讲有一出戏，伫对咧搬，对一个剧团咧搬，就是走去听，啊，就是即马咱台湾囡仔、台湾家庭，咱欠的其实就是这个，啊嘛，真正足多谢关怀剧团甲各位先进拢有咧创作咱台湾话台文的相关的作品，对啊，对，就想讲，毋知影导演哪会想讲一开始来创作就是台语剧团，进前的敢是像原始敢是台语剧团，对啊，就是迄款心情的转换。毋知导演是安怎想，因为安尼观众敢是一定有差，就是接触到的观众。一开始嘛毋是迄像一开始我接触即个原始剧团吼，伊开始嘛是社区的一寡文化人士所组织的吼，基本上嘛是讲华语的人，嘿。啊，另外这就清水剧团就开始有台语的出现。啊，真正开始咧研究即个台语，就是拄我讲的，对8年前开始，吼来参加即个关怀台语剧团，我嘛开始真正来去了解即个台语戏剧的一寡文化甲趣味，嘿，这嘛是我家己来学习的一个过程，嘿，啊像拄仔你所讲到的，吼讲为着要互较侪人看，吼，敢是爱用华语，其实嘛无一定啦，吼，像你拄仔嘛讲到啊，讲若是一个足好的台语剧，吼，其实嘛。即个观众想要去看的，但是这嘛就又回到我拄仔所讲的，吼，你一寡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意识形态，吼，可能爱靠技巧的，吼，爱伫放喺剧情内面，吼，啊，若讲甲伤过头，吼，啊，一般有的民众就较袂接受，吼，这可能所有戏剧拢共款啦，吼，要寓教于乐，哈。啊，若太过文以载道，吼，观众就会排斥，吼，所以既然是选择戏剧，吼，都一定要有上大即个效果，嘿，所以嘛是用心，吼，来甲你的力量，吼，用一个较好的剧情，吼，来安排出来。但是这个剧情，吼，无一定爱像我讲的，一定爱趣味。确实啦，吼，我很自觉，吼，讲关怀的戏剧，吼，一定爱有趣味，爱有囡仔，吼，爱有唱歌跳舞，安尼家庭，吼。自然吼，会希望甲囡仔吼送到戏剧来，哦，其实这嘛是一个手段啦，嘿，啊，但是我记得吼，今年台湾有一个台语剧团哦，吼，伊内容非常的劲爆哦，叫什么《劝世三姐妹》，嘿，对，伊内容太俗吼，嘿，就都一寡味道人士无法接受。啊，但是伊入围哦，伊入围台湾，台湾有一个专门对舞台剧的奖吼，叫台新艺术奖吼，伊冇入围，啊，但是伊是用台语吼来，伊用台语吼用一个较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伊的一寡想法吼，啊，伊嘛展现出台语的另外一种较无共款的文化啦，吼，所以完全看你的诉求，吼，像关怀台语剧团吼，像我讲的，伊一开始诉求就较家庭、较社区。所以故事啦、演员啦，吼，都较社区来，吼，就就较袂像，绝对袂像迄坑死三姊妹安尼啦。伊是较懵啊。嘿，对，不过迄嘛是个较趣味的文化，大家嘛会当去了解啦。嘿，这我。多谢导演分享，对，因为咱台湾人真正就是足侪故事，拢会当，应该就是对生活去处精华来转化做戏剧。
对，就是需要咱大家做伙来甲咱精彩的即个播互大家，对，播互大家咱拍片。看。多谢，真正足多谢有，就是遮个先辈甲导演、艺术家，其实就是艺术家，是，对，多谢。啊，我拄则对我要介绍一下迄落，这是潘姐啊，这是4月初7初6的讲者，啊，伊拄好手头有迄个关怀剧团的，关怀协会，这什么杂志？杂志，对，就是想讲，你敢要讲？疗愈点互我的，疗愈点互我的。对，你看吼，我册店别项无啦，即下册有看无？拢关怀我拢有留起来咧，我有留起来保存啦，保存足侪台湾的物件吼，那真冷啦，嘿啦。对，加这我拄则小可显一个，内底就是有当初是就是关怀文教基金会，就是办的演说比赛，对，就是嘛是安尼一步一步累积，就是来到遮真啊，真伫遮资料拢有留咧。真多谢。请问伫什么所在？因为阮住伫海外吼，可能要看戏，可能有较困难。毋知道敢有机会，经过 YouTube 看，是看到恁的剧本？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啦吼。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我感觉讲，恁即个关怀剧团吼做啊真好。我感觉讲，恁有先天好的条件，因为恁有一个台语文化园区伫遐，所以恁先天的条件比人搁较好。恁会当有囡仔，有唱歌，有跳舞，搁有就是讲，我感觉这是足好的一个台语的环境啊吼。我毋知影讲像台湾其他敢有像恁类似即种剧团啦吼，这是我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是咧回应头拄仔恁咧讲陈雷的迄个小说，因为陈雷伊的台语小说底篇的足侪哦。其实我每一篇我读的时阵，我拢感觉有画面啊。有画面就是足像戏剧的故事所以你知影讲台湾有一个电台叫做乱乱詹文溪，伊最近有甲伊要30几篇迄落小说吼，拢甲伊编做广播剧啊。所以我感觉讲，你若讲要改变伊的戏剧进前，无定恁先去听迄落乱乱詹文溪，因为我感觉伊嘛艺术表演了真好啦吼。所以这是我会简单补充。我即马就是拜托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剧本，阮敢会当看到即个剧本？因为阮伫海外，有时阵阮嘛需要讲暗会吼上台去表演，但是阮有时阵就毋知要演起。敢会当像恁的剧本，互阮做一个 brainstorm， 毋是完全 copy。第二就是讲其他敢有即种的剧团？两个问题，看啥物人要回答拢会使。是要请导演。剧本的你讲者，剧本的部分，即个可能台语版的吼，伫金色老师迄边有啦，因为我拢是用华语写的，金色老师吼就会改编做即个台语文，所以剧本迄边台语文迄边可能有。嘛会看即个会当像迄关怀台语剧团因看安怎授权，剧本是有啦，另外目前台湾敢有相关的台语剧团，这可能爱请金色老师、婷婷老师较可能较了解，爱请伊来回答，这我较无了解，你讲，我回应一下，导演的剧本写起来一撮，较等下伊个。摆了的时阵变做一本，伊的加足济，所以我永远都对伊袂着。我家己的原稿写出来，伊就是搁开始直加到有够济。因为这剧本的问题，可能导演啦，搁阮除了导演以外，还搁有迄个姚院长的，因为阮内底有姚院长写，我写一篇，搁来是迄个拢是导演的啦，可能爱甲伊问啦，嘿啊。爱搁先经过因的同意啦，若其他的部分定回答好吧？
即个剧本吼，其实就是有真侪人创作。比如讲，我拄仔你讲的火箭白啊，迄个口述艺术吼，其实阮嘛是拢中华县政府伊有挂伫咧网站，要互中华县的国小的学生、国中的学生来比赛口述艺术的剧本，伊就挂伫咧遐。所以简单讲，是官方的部分，伊这是有就随时都有啊。但是伊迄是伫咧剧本内底的一段尔，吼，就一段尔。所以袂有可能就是讲，若是要摕着院长的部分，就是阮搁转来甲伊讲看卖，看要安怎摕到大家手头安尼。可能还搁整理一下，因为足侪口语吼，拢是剧本了后，伫咧练的时阵，咧读剧的时阵吼，伊会搁生出来，伊会搁改编，也是讲，阮感觉即句话吼，台语无够水气，阮就会搁转去甲伊。搁去想一寡话较好，大家来共同创作吼。所以可能伊原底剧本甲阮演出来剧本有真差，但是主题是袂差到位倒去啦。阮就是后礼拜应该会搁拄到院长的时阵吼，咱再搁来甲伊请教，看安尼会使袂吼。另外拄仔你讲吼，那个台语剧团的即个部分吼，其实即摆有足侪迄个剧团吼，是因为教育部还是文化部咧推销台语，伊希望伊内底会放一寡台语落去，伊会用即个讲故事的方法插一寡戏剧内底，伊去摕到政府的案件。但是吼，伊毋是像阮遮尔顺，阮这是完全坚持要用台语，而且吼就是讲，你这个开口吼爱有成当然我怎讲的吼，我基本中华文化局的例就好。阮就是无要爱甲因直接的部分，就是讲因的理念甲阮拢无共款。伊会当叫一个剧团吼，就是因演出的方式毋是生活戏，因就是用迄种较西洋的吼，古籍版的吼，要来甲台语甲伊演出的迄个理念是甲阮完全无共款的嘿。我是感觉讲，若是要爱遮尔顺的即个北关区，阮目前阁无讲真有了解讲安尼会当演出1点钟、2点钟，因为阮上济捌演出2点钟啦，就是讲会当安尼做年度会当做新歌展安尼。会迄阵吼，可能目前我是无发现啦。毋过我嘛希望讲会当安尼，开始吼有人会安尼做。其实你看要一个戏哦，要甲演出1、2点钟，实在是无遐尼快吼。就是因爱靠专业阮毋是戏剧专业，阮是台语会当讲会斗相共的部分尔。伊也是爱有一个导演吼，伊会当编，伊会当导演，搁来伊的舞台设计，伊拢有法度，包括音响、服装啥物款，伊拢有法度通处理。道具吼，这嘛拢最重要的吼。好拄则你讲到，咱有讲到这色彩问题吼，其实伫个阿嬷的话内底，导演吼，伊就足。有法度通甲一寡咱台湾吼，母语去用明治的即个部分，伊就演出来吼。比如讲，即个阿嬷的话是安怎？因为伊要甲囡仔教话本，要安怎来读，结果因老母就讲伊要去做头毛，因爸爸讲伊无用啦，囡仔要去补习啦吼。上重要吼，即个妈妈就是厌弃啦。为虾米呢？因为虾米？你是要补英语，英语优先啦吼，你毋是母语优先。即个部分伊嘛是会也插伫内底，要表示吼，互观众知影讲，咱即种的吼，去互人明治的即个语言，是因为发钱来的。所以伊戏内底阿嬷的话内底的戏吼，有转去阿嬷伊细汉的时阵。就是去互人发钱摕面孔伫遐挂高牌迄拢有演着吼。另外我拄开始我有讲到导演咧甲我调整我即个外省部吼，即个部分吼，其实伊伫外省部内底，伊的角色吼是像甲台湾人吼，即个阿嬷因两个是对冲的。为虾米呢？因为外省部穿足高级的，而且伊讲的话就是咧共酸，咧共口说啥物你即个。你这个台语是老土，你讲国语就好了嘛。你没水准，人家会笑你的。你这样跟我不搭嘎的吼，会伫这内底词语词内底吼，伊就是甲这个阿嬷有一个冲突但是我要讲就是讲，伊嘛是会安尼足
足有一个技术性的吼，插伫戏剧内底。所以我是感觉咱即摆即个时代吼，毋免烦恼有啥物识字的问题、外省人的问题，因为我颠倒爱甲即个台语去互人吼砍掉的即种事实，爱甲演出来，安尼毋才有一个趣味，较有意义。安尼才会当知影讲，哦，原来足侪代志，咱是伫个教育体系内底你学袂着，包括195有人统计，国小内底吼达40几字，国中内底吼几百字，迄拢有人统计过，根本都无人知影即段故事，嘿。所以吼，嘿，就希望大家前摆会当来指导，啊，佮大家互相加油。啊，若关怀台语剧团若啥物问题吼，大家来互相来连结。啊，真济阮的迄阵吼，伫个 YouTube 的吼，基金会伊拢有藏起哩，拢有藏起哩顶悬嘿，啊，大家较分享，嘿。是，多谢丁丁理事长。对，所以就是其实若是要看关怀剧团的剧，其实 YouTube 顶头看会到，大家就会当来去敲。对，啊，我拄则嘛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其实舞台剧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作嘛，毋是导演写剧本的人的代志，啊嘛是就是演员嘛是创作者的其中一部分，是集体创作。对，啊，拄则我感觉迄就是丁丁理事长分享的真正足有道理，就是咱就是要讲嘛，这代志无人讲，咱才要用戏，互人搁较有趣味来听，着听较会落，看较会落。啊，就是即阵仔，因为阮甲朋友嘛咧准备一寡创作，我嘛有一个问题，小可咧想讲，就咱到底咧创作咧讲一个故事的时阵，到底是要安怎互别人听了，就是毋是讲哦，我知影即个故事真好听，而且是像咱台湾话，是我希望看的人，囡仔还是大人，是听了后会感觉生气。是安怎台湾话讽人安尼对待，啊，毋过有影拄则像金石先生都有分享，就是像咱的戏，就是有法度互囡仔、互看的人即款感受，就是看了做伙流目屎，做伙生气。我感觉迄是就是互人心内叮当上重要的部分。啊，我嘛小可补充一个，拄则迄个对话窗内底嘛有一寡朋友补充，讲咱台湾敢搁有就是用台湾话搬戏的剧团，对啊，我个人知影的嘛无侪像。阮剧团，啊，我讲的可能就是较商业团，啊，当然嘛有接一寡政府补助。毋过我有看过因的戏，我确定因有全台湾话，而且真嘛是真好看的戏。就阮剧团因是家己嘛，啊嘛是就是做甲真大，啊。伊嘛捌来过遮分享，伊嘛捌来对，阮剧团海岛的演剧，啊，就是搁有啥物拄则我大概。你讲迄个拉里亚。达利亚剧团对，像达利亚，就是无用台文的时阵，我大概就爱想一个，就是安怎因的团苗就爱想一个安尼，对，就甲大家补充。我感觉即几个剧团拢是我看过，而且真好看。啊，有的是专门做囡仔的，有的是专门做大人的。像其实阮剧团的有的剧其实就上好囡仔较歹看，但是其实有一寡戏是安尼，对。对，大家因为即马伫台湾已经超过12点，你敢会当做一个 ending？ 好，安尼即马咱时间台湾时间已经超过12点嘛，啊，真感谢今仔日关怀剧团诶丁丁理事长、金石厂长甲肯定导演来甲咱介绍剧团诶经验，啊，真欢喜大家来遮伫台湾文化论坛诶世界台湾文学欣赏会做伙来捧场，做伙来参与。啊，今仔日多谢大家来，今仔日就到遮。啊，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共款嘛是世界台湾文学欣赏会，欢迎大家过来参加。